台中太平中一高中的飞盘队参加全国中等学校飞盘锦标赛，国体冠军，完成9连霸。4位，学生伫咧运动场做春轮的运动，随落来同学排出练习的队伍，开始团结飞盘。边的人感觉真简单的动作，却是顶基础功夫重要的练习。那队友的跑位跟平常所累积的默契就相对来的重要。那也很开心，孩子们很争气，就是把自己平常在训练的都把它展现出来。中一高中飞盘队靠18个训练，和学生伫咧真侪比赛拢摕到好成绩。进前升学指定比赛摕到9连霸的好成绩，大家拢介欢喜。在练习中很辛苦，然后很累，但得到胜利的那个喜悦，其实是非常的值得。伫这比赛得到好成绩，和学生拢感觉真价值，嘛将做应加油的动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